才50多，今年80岁了，在家里就是在等我怕，明天不都跟他当，因为我脚没有力嘛，所以我进来这边咯，我可以不了。我说那我现在8个来，要打电话给他了，你不打电话他不会来啊，他有很多工作。如果我有兒子啊，我好疼他，我加上嘅，在哪裡刚才那个阿黄哥，距離10年前我就認識他了，就是在醫院認識他。我記得當時因為他老婆生病，然後要離家要回家的時候，他沒有辦法用摩托載他的老婆，他就叫了紗布車。因為溝通的問題，他那個紗布車把他老婆載不進去了，然後當下安哥就很慌張啊，在馬路上啊。